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伫这个巴黎奥运拼到一块金牌的李勇、王泽林，公营倒转来了。早起一透早，都有真侪买将炸礼物到机场等因。就看到因两个人挂金牌行入机场的大厅，大家是欢喜甲叽叽叫。啊，两个人拢真亲切，甲买将做伙来翕相。啊，若有关两个人后一步的规划，这王泽林会继续来拍球。啊，那李勇除了要去驾车，讲伊嘛想要来参选到羽毛球协会理事长。为了日开始，手就无停过，为机场的管制区签名签到机场的大厅。台湾羽毛球黄金男双林永培挂7连胜的巴黎奥运金牌，公营转来台湾。一日看到林永培行入大厅，卖将威力化，大家呢手拢春长长收正翕相。利用王泽林嘛拢亲切的回应，收花收卡片，手收到无用，安尼佫加用20多分钟。小心门，大家小心，我慢一点，我慢一点，小心，谢谢。真无简单，行到机场门口，王泽林佫提醒这卖将要注意安全。巴黎奥运是林永培伫奥运的比赛最后的合作。这卖将当然呢把机会送礼物。早上6点就来了，要很早起来，有海报，还一些口号。卖将爱两个拢有收到，结束奥运了后，后一步两个人拢有规划。目前是只有这门课，然后也希望说可以培养更多的后进吧，然后也希望说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看可不可以参选羽协的理事长，看可不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身为选手的帮助，这样。因为我们还没有正式搭配过，那当然就是希望从默契培养开始，然后一步一步慢慢来。那因为还有4年嘛，可以去希望教练可以帮我们做一些规划，那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。想要阁看到林永培在8月所来台北的公开赛，这是最后的合作。虽然未来无林永培啊，不过两个人热爱羽毛球的心，都袂输是身躯这块金牌同款，继续伫无同款的领域发光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